好，歡迎大家又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啦。嗱，開始之前咧，我哋又賣下告白先。嗱，我有個 Patreon 嘅，咁如果你哋覺得我講嘅嘢又好，或者覺得想睇我每日嘅收市 post 早啲收到，又或者想睇到某啲資訊嘅咧，你可以去 Patreon 嗰度去支持下我。咁其次咧，我仲有一個免費嘅 Facebook 嘅 private group 嘅。咁如果你覺得我寫嘅嘢又想早啲睇啊，或者想收多啲我嘅資料啊，或者我發放嘅資訊咧，你可以去 Facebook 嗰邊去join 我個 private group 嘅。咁其次咧，有冇啲再貼近啲嘅市啊？有嘅，咁就係咧，就係我會有兩個嘅谷嘅。咁嗰兩個係咩嚟咧？嗱，一個咧就係每日數據分析，每日即時數據分析。咁咧中間有好多數據，同埋甚至乎有陣時會俾一啲即場嘅 insight 大家嘅。咁另外咧就係話每一晚咧我都會有另外一個谷嘅，就係話嗰個係個期權盤路倉位解讀啦。嗱，嗰個主要咧就係去分析一下每日每大戶做過啲咩策略個方向等等所有嘢嘅。咁啊，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可以喺下邊嘅YouTube 下邊嗰度咧會有 comment 可以登記，或者有條 link 喺度噶啦。嗱，有問題你可以喺留言或者 PM 我。好啦，咁而家我哋正式開始呢個禮拜嘅每周大市分析。好，翻嚟期權大叔每周大市分析啊！今日2025年4月26日啦，開始前咁話小告白。如果第一次睇條朋友咧，麻煩撳下 subscribe，做個埋個鐘仔。如果覺得條頻道做得好的話咧，麻煩俾個 like、share 俾你身邊朋友，或者用 super fans 去支持我哋。最後，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下邊留言，我會盡快答翻你哋嘅。好啦，先講周線圖先。嗱，講幅圖前我都慣例講個數據先啦。嗱，呢個禮拜嘅高位咧就比前一個禮拜咧就高咗664.44啦，喺22,267.96。咁啊，低位咧就喺21,191.02，亦比前一個星期咧就高咗322.66。咁啊，全星期波幅咧有1000點啊，1076.94，比前一個星期多咗341.78，支棍係長咗好多噶吓。全星期升幅585.6，佔大市2.74%。好啦，咁啊睇下周線圖。嗱，如果以周線圖個趨勢圖法則咧，我仍然喺第一階段啊。我只能夠講句，佢持平係咪好差？唔差。你睇都睇到啦，佢只係得一個禮拜打穿咗條終極線。咁啊，嗱，上一次打穿終極線咧喺呢度啊，見唔見到啊？今次打穿條終極線咧喺呢度啊。上一次打穿之後咧，行咗1、2、3、4、5、6、7個禮拜向上。咁而家我哋行咗2個禮拜向上啊。咁後邊仲有幾多？有冇？係咪真係繼續跌落去？係咪真係個貿易戰會繼續影響落去？暫時用趨勢圖法則或者用翻周線圖睇咧，我仍然都睇好嘅。咁啊，講翻呢個禮拜嘅好淡支持位啦，喺熒光幕上面。咁啊，大家留意啦。不過留意下星期咧，嚟緊個禮拜咧就5·1黃金週啊，我哋就放1日假，內地就放3日，3個交易日唔係3日，3個交易日，總共就放5日。咁即係話內地就要去到5月6號先會有市噶啦，即係過4月30號。換句話講，下個禮拜嘅成交應該會縮少少嘅因為始終冇北水佢哋休市。咁所以成個禮拜成交都應該會偏低少少嘅咁嗱，周線就講咗啦，周線唔係太差㗎我覺得周線係見咗底嘅。不過嗱，見咗底還見咗底，可唔可以又坐一坐落去啦？其實講真咧，呢度啲支棍都坐一坐落去嘅。好，佢而家連升3個禮拜嗱，低位高過每個禮拜一個禮拜高過一個禮拜，高位一個禮拜高過一個禮拜，嚟一個跌穿都得唔得？唔係唔得㗎嗱，即係我只係想提大家，要有一個防備心，佢向後回一回，回車完再先抽上去得唔得？可以㗎。
咁睇下個支棍有幾大支啦，希望就唔好咁大支啦，嚇或如果回車呢支棍嘅破腳穿頭嘅呢支1000點嘅嚇，咁啊梗係盡量支棍細啲啦，呢支好啲啦，呢700零點咁樣，但係過咗啦嚇，佢又做唔到穿頭，做唔到破腳嚇，淨係做咗穿頭咁樣，咁嗱周線圖咧呢啲嘅走田戰法或者一啲陰陽燭嘅形態咧，個可信性係高啲嘅。日線圖今時今日就真係算把啦嚇，已經好容易地呃咗大家嘅，所以咧日線圖嘅陰陽燭個手影咧就唔好信啦，即係佢形態上就唔好信啦嚇。好啦，轉頭翻嚟講下個日線圖，轉頭見。好，翻嚟日線圖啦。嗱，講圖之前都講啲數據啦。嗱，呢個禮拜個成交咧就比前一個星期咧多咗8.691%，咁啊平均成交就2311.99億。咁啊，相比前一個星期咧就多咗184.88億啊嚇。咁啊呢個禮拜都係同前一個禮拜一樣，得4個交易日㗎咋，少咗啲啲嘅嚇。咁啊下一個乾商嘅轉角日咧就係5月6號嚇，咁啊而家趨勢又發展仍然喺第4階段啦嚇，不過嗱嚟到個臨界點㗎啦，究竟能唔能夠衝上去咧嚇？咁衝上去之後就有機會一級一級由第4變第5，第5變第6咁樣，但係一日未衝到上去咧，就一日都仲係爭啲啲啊，咁啊陣間再講。咁下星期嘅日線好淡分界線咧，就2185.58啊嚇，咁呢個月個波幅咧，4月嘅波幅就真係幾大啊，已經行咗4196噶啦。咁嗱，留意多樣嘢，上星期都有講啊，中間數喺21358，咁而家係偏好嘅。不過咁講，嚟緊禮拜二都結算啦嚇，呢個係4月嘅有完結噶啦嚇。好，我翻嚟講幅圖啦。嗱，幅圖咧見到啲乜嘢咧？首先兩樣嘢，你見到條線，嗰條深藍色線係終極線嚟嘅，即係跟得我耐嘅朋友應該都知呢條線有咩用㗎啦嚇。之後上個趨勢法則咧，同我更加明白呢條線有咩用。嚟到呢個位，其實基本上咧喺呢個位喺呢度前邊咧就磨咗3日啦，我唔好叫多3日嚇，好接近地3日。咁啊，淨係得星期5咧曾經升穿過上咗去嚇，就落翻嚟。咁其實嚟到呢個位咧，就我可以成日話一個臨界點嚟嘅嚇，呢個就差唔多嚟緊叫做 confirm 究竟係升定係跌啦嚇。咁而家睇升定睇跌咧，等個市咯嚇。點解咁講咧？嗱，如果你嚟緊嗰幾日去嘭一棍大棍升穿條終極線啦，而家終極線位置大約喺221左右啊，咁啊升穿條終極線咧，咁個後市咧就應該仲有一段比較遠少少嘅升幅喺度啦，唔係咁少噶啦嚇，應該有機會上翻23000，甚至乎會唔會上到24000咧？唔知，起碼睇一個目標23000應該走唔甩嘅嚇。但係如果上唔到去嚇，因為而家你喺個門口度，你係啊，我頂穿咗一日，但我收市收翻落嚟，嗱咁啊唔係好計數。呢個都有少窄使嘅，即係如果佢唔係頂穿咗咧，喺門口我覺得會更加好。咁你頂穿咗一日又唔肯上面收，對後市有少少壓力嘅。如果佢上唔到去，佢可以彎腰咁落翻嚟，嗱咁就有機會做雙底啊。但係咧，從純粹而家用呢幅圖睇咧，你都見到佢啦嚇，就由個低位之後咧，由9號之後就升咗咁耐啦。即係話特朗普宣布完個關稅之後跌落去幾日，佢就由個低位上翻去啦。嗱，基本上恒指都已經由個高位跌落嚟，跌咗22%㗎啦，由高位計如果裂口都唔少啦，你見到呢個裂口3號嗰個裂口啊，呢個都7%啦。如果計埋呢個，我記得已經係11%到嘅要計數咧，其實佢呢個咧，呢個係一個周線裂口嚟，周線裂口去計算個量度跌幅咧，個目標位咧，其實呢度已經到咗噶，所以我已經早2個禮拜都講過，我話
個周線裂口影響下邊目標都到埋啦，咁仲有啲咩要到咧？啊，暫時見唔到一個好大向下動力，不過向上動力翻嚟未咧？嗱，有動力上，係驚唔夠力，咁啊就要咬腰翻落嚟。咁如果嗰刻咬腰翻落嚟咧，就要小心啊！真係有可能咧，即係如果佢一級一級穿呢啲底咧，嗱呢啲底咧，咁你就要小心啦，穿一個兩個咁樣，佢就會好深啊！如果話我輕輕穿一個，補埋個裂口，又咬翻腰上去得咩？可以嘅。不過你話如果穿得兩個底咧，就要小心啦。即係為咗呢一個咧，208咧大家呢個位要睇住啦咁第一個位唔好睇咁遠啦，睇呢個先啦，217嗱呢個位有冇機會咧？會員後續有講噶，咁啊而家有興趣去聽下會員後續啦咁後市我係有啲覺得嗱，而家真係好重要啊！嗱，咁點樣睇而家？某程度上我又覺得唔係太，我又覺得幾好嘅。點解咁講咧？第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喺呢個門口度磨幾日，咁下個禮拜翻嚟，下個禮拜嗰4日，但係下個禮拜4日咧，中間咧因為有黃金週，內地就3日其實內地個市仲靚啊，有機會再講講個上證3日，咁嗰3日我覺得就會喺度死拖咯，港股冇方向嘛，咪死拖盡拖到佢翻嚟咧，先至爆上去，或者爆落嚟，或者出方向最緊要就係嗱，我哋做衍生工具我唔使驚嘅，基本上咧我要方向啫，要有波幅啫，你肯出波幅我就 OK 噶啦嚟到呢個位就一係升一係跌就唔會話哎呀摁下咁樣，而家係等緊嗰下出方向嘅啫。咁你話出咩方向？頭先講咗兩個可能性，升同跌都講晒。咁如果你話咁喂咁好難玩喎，睇下你用咩工具啦。如果我用權嘅，我可以買兩邊噶嘛，買兩邊我都會贏噶嘛。你話冇理由啊，會輸嘅喎。係啊，一邊輸少啲啊嘛，不過輸嗰邊輸得少，贏嗰邊贏得多咪得咯再者仲有好多策略性方法可以營造呢樣嘢，所以其實睇你嘅工具啊，我哋嚟講升跌都可以贏，只要知道佢時間到啦就夠啦。但而家就去到時間點即係我都明白出面街好多人哋話喂升市都要確認，係啊，而家嚟講基本上嗱，如果你問我向上動力咧，就確認咗幾個噶啦，起碼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如果要計咧，我又唔怕同大家講一講另一樣嘢。其實由呢一支棍開始啊，呢支棍之後嘅呢一支落到嚟1、2、3、4、5、6、7、8、9、10、11、12、13、14、15，甚至都係喺條好淡分界線之下嘅，即係個市好極有限啦。呢兩支上過去嘅上完去企唔穩，落翻嚟，落咗嚟1、2兩日，唔係1日，唔係兩日，落咗嚟1日。呢1、2、3、4、5已經5日企翻穩喺條好淡分界線上邊。換句話講，向上動力係大啲咁多嘅，但係唔代表一翻嚟就升㗎我都話啦，嚟到臨界點可以升可以跌，可以完全翻轉頭都得㗎。咁頭先都講咗啦，而下星期一嘅好淡分界線位置2188.558咁而家收市價係高過去嘅，咁而家21980差唔多高咗100點啦咁但係100點唔係真係好多嘅啫，要翻落去係咪好難咧？唔難喎而家就係睇下個收市價收喺咩位嘅啫記住我哋去量度個動力咧係計收市價嘅個收市價能唔能夠企翻喺個好淡分界線上邊咧呢個先係最重要不過我有少少隱憂就係你睇睇個 MACD 弱咗跌咁多不過好彩只係跌咁多啫就算佢跌落嚟一日
佢都係再弱少少嘅啫，就未出現死亡交叉嘅，佢可以弱完再漲翻都得㗎嚇。咁但係你話真係咪升定真係跌咧？講真嗰句，我都再重新講，喺呢個 moment 可升也可跌。如果真係要 confirm 去升，我就真係要等佢一棍大棍升穿終極線，企咗喺終極上，我最開心最好嘅係話俾我聽，喂俾個裂口添啦。不過嗱，佢琴日出咗支穿咗頭，做個裂口就比較難啦。要做一個裂口上喺上邊咧，有啲困難或者咁講啦，禮拜一翻嚟做支窄嘅喺下邊，跟住禮拜結算日就做個裂口喺上面，得唔得？可以嘅咁不過要睇埋星期一先知啦咁不過我都係啦嗱，你當戴頭盔又好，warn 定大家好，因為好老實，幅圖咧靚仔嘅，不過有隱憂㗎係有機會咬腰翻。我哋唔係未見過㗎，即係跟得我耐嘅同學，即係我已經喺呢種形態上咧，趨勢同法則上面咧係見過好幾次嘅，已經好多次啊，唔係幾次啊，好多次啊，佢可以咬落去俾個突如其來咁樣咬落去都得你一日未穿就係未穿。我只能夠講句咧，係未穿就係未穿，唔能夠話夾硬話，喂，個勢好靚喎，我都知個勢靚，但係勢靚還勢靚，佢去到嗰度，人家要食糊翻轉頭，得唔得？可以㗎如果真係咁靚嘅，喂，唔使磨3日啦，俾多個裂口上去得啦。你諗下呢度出一個裂口咁跟住嚟多一日，我呢個未穿喎，嚟多日喺上面一個裂口，唔使多一個少少嘅裂口，我喺上面開支，哇靚晒啦！點解唔做咧？唔做嘅原因，因為要結算咯。另一個原因，因為5·1黃金週咯。因為大家都資金上面都唔想用咁多。再者，從另一個角度睇啊，期貨交易喺呢啲長假期上面咧，個按金係加咗嘅。咁所以咧，佢哋又唔敢貿然用咁多動力，不如等個假期完咗，啲按金跌翻落嚟先入場啦。所以呢個禮拜比較特別㗎，記住江欣雙個轉角嘅係5月6號，5月6號咧就啱啱內地復市第一日。有冇咁唔係我特登擺一日喺度㗎我係根據翻幅圖計算出嚟㗎咁所以咧有冇咁巧咧5月6號又係內地復市一日。再者睇翻其實如果問我後市可唔可以睇好一次，我偏好嘅，我暫時都係個好友嚟嘅不過我都係嗰句，我都要戴頭盔，買翻個保險。呢個世界冇100%嘅，我冇水晶球，我唔敢100%肯定完全推晒落去一注獨贏頭也不回，淨係買升咁樣。如果真係佢咬腰咁點咧唔係話冇前科，唔係話冇隱憂，呢度全部有晒喺度。不過我已經講晒俾大家聽啦所以要做嘅買定保險，唔好傷到自己。留得青山在，就哪怕冇柴燒。今鋪睇錯咗，下一鋪可以翻嚟，一注獨贏，贏大家開心啦。輸之後你想再入場都冇子彈，咁所以咧都係要小心行事仲有後市一定係大波幅噶啦，唔使緊張噶啦只要你有子彈，你知道佢喺上邊，咪做上咯，下邊咪做下咯再者而家趨勢圖法則仍然喺第4階段佢個第4階段嚟講咧，個動力咧而家係持平嘅不過咁講，喺3個香港嘅指數，恒指、國指、科指，恒指已經係最好嗰個國指都唔係太差，都接近恒指嘅，係科指真係唔係好夠力呢個我都有啲奇怪，因為點解咁講咧？美股咧納指咧係贏晒2個指數，咁你都唔好咁核突啦！你納指贏晒2個指數，贏好靚，贏好多添咁但係你香港個科指啊，反而係輸俾2個指數你話喂差唔多，我都仲可以講下但係你話其實都有啲咁核突，有少少核突嘅，未夠力，即係要衡量去到個臨界點未咧？科指未到
咁可能呢次恒指扯佢上去啦又或者希望恒指扯佢上去。不過問題，我覺得下個禮拜都係要磨噶啦，磨一磨先噶，唔好咁心急唔使咁急，一定衝上去住咁都講句啦，兩邊都有。再者你買好多工具嚟講，就算買期權都好你可以買大細邊噶嘛。咁你係咩？你係一個淡友，咪淡買重啲咯。你係一個好友嘅，咪好嗰邊買重啲咯。即係呢個樣嘢自己執生啦即係諗唔通嘅PM 我啦傾下偈啦又或者問下問題，叫我可唔可以加多個 YouTube 講兩句咁樣，或者錄段 podcast 講兩句如果有人有問題嘅，我都可能抽到時間我都會做嘅。不過月尾比較忙啲第一要做結算啦，第二嚟緊係5月1號咧就分享會，咁我都要做啲 preparation 去睇晒咁多市美金等等咁樣不過美金仍然我覺得睇淡少少，大家少留意啦小心啲外幣會夾。不過人民幣就唔使驚人民幣我相信會繼續跌你唔好以為美金跌，人民幣應該要升，正常係嘅。不過因為貿易戰，佢要抵消翻個稅個壓力，咁所以咧應該國家係會繼續將個人民幣慢慢地軟着陸嘅咁所以大家唔使咁緊張人民幣就唔使揸咁多啦日線就講晒啦，轉頭翻嚟講下特別日子，或者再講下啲貿易戰。轉頭見。好，嚟到第三節啦，講下特別日子。恒指就星期一、星期三、星期五期指就星期二、星期五，國指都係星期二、星期五。上證就一日都冇。不過上證咧就只係得28、29、30兩日3日市嘅啫，之後2日都放假嘅。港股就5月1號放假嘅。提翻樣嘢，因為你下個禮拜上證或者內地放咁多日假咧，其實內地個指數都會淡靜啲嘅，因為你諗下放假前邊有咁多人落去做嘢好啦，咁你仲有甚至乎你要請埋假，咁變咗咧，佢諗下，如果請3日假，咁佢就已經係7日，再加多3日10日噶咯，佢請3日假變10日噶咯所以佢哋好多人都其實開始休息請假，所以話早幾日見到內地資金減少，甚至乎有啲抽走咧，係正常嘅我覺得係正常嘅，因為早上禮拜有一日，我如果冇記錯咧就係個北水咧係淨流出，仲要係創咗香港淨流有歷史有記錄以嚟咧淨流出最大嗰一日點解咧？假期前夕嘛，啲人收翻錢走先啦，跟住再翻嚟先再入過啦因為今年你請3日假就變咗10日喎所以係一個幾吸引嘅假期嚟嘅。好啦，繼續講下美股就係道指就1、3、4、5，S&P 500就星期一、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納指就5日都係納指好強納指真係幾強。呢個強唔代表佢升我想提大家呢個所謂強咧唔係代表升，共振係可以升或者可以跌嘅即係咧呢啲可能大波幅或者一個轉彎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嘅日子嚟嘅。好啦，趨勢法則頭先講過啦，恒指、國指、科指、上證、道指、S&P 500、納指全部都第四階段不過咁講，恒指、國指咧就去到一個持平偏好少少，即係開始見到有啲力翻上去不過一樣嘢就係有力還有力，佢一樣未升穿條終極線即係一日未係仍然今日第四階段。所以點解我頭先喺上一節都講咗好長，哇，好苦口婆心，係幅圖好靚仔我都知好靚仔我都覺得佢好似跌勢完畢不過我淨係見到幅圖咁樣，如果咁樣就唔有過於主觀，唔夠客觀啦咁所以咧我都提翻大家
而家係第四階段，第四階段咧係持續下跌。佢唔係冇機會咬腰㗎，係有機會咬腰，因為都喺第四階段啊嘛。我都未進入第五，進入第五都仲可以話好有機個咬腰機會低啲啊。嗱，第五可以翻去第四㗎，記住喺趨勢圖法則咧，第二可以回翻去第一，第五可以回翻去第四不過去到第六可唔可以去到第五咧？就唔正常就唔會嘅好啦，另外上證都係第四階段啊。頭先我都提過少少，上證幅圖靚仔㗎。佢個第四階段又係靚仔，佢幅圖有啲似恒指嘅，佢都係喺個終極線嘅臨界點度，其實係等緊爆㗎咋。不過如果兩幅圖俾我睇咧，去評價咧，我會覺得上證嗰幅仲靚過恒指，即係起碼一樣嘢你係見到佢日日都係陽燭嚟嘅，基本上佢連續好多支陽燭㗎啦，已經唔係一支冇陰燭㗎。嗱，恒指就3支陰燭。喺個終極線前，上證咧就我記得起碼超過7支至8支㗎啦，都係陽燭咁仲要喺條終極線前嗰3支咧都係陽燭，即係而家其實等一口嘅啫，等一口，佢向上機會大啲，不過都係嗰句啦，有隱憂嘅，都係第四階段啊嘛，因為未正式上，未正式穿咁等信號啦就算佢幾強都好，一日未開閘，一日未上都係未上好，另外美股道指 S&P 500納指都係第四階段啦。3個指數我想提個納指已經星期五嗰日係升穿咗條終極線嘅，靚仔㗎真係咁但係支棍唔夠大支，可以大支啲更好咁不過升得都靚嘅我相信美股係個低位可能完咗，但不過咁講我覺得美股咧有機會上埋呢口咧，開始會步入熊市因為始終嘅影響，所以我會覺得咧可能個20年嘅升勢，即係由2003年開始升上去嗰度力咧，可能會完結呢次唔同08年回一回嗰下，又唔同19年回一回嗰下，呢次我覺得個影響力好大，因為大家對美元個信心有少少改變咗不過呢個只係初步嘅啫希望你一問我都想美元繼續強嘅，因為點解咧？你強嘅你相對我哋香港買嘢個能力咧、購買力或者我哋消費能力咧，都可以維持喺高位度。但係如果美元弱咧，你好多嘢咧就會貴咗唔係咁好啦例如譬如啲 yen，你啲 yen 相對而家都升咗啦，升咗10% 啦咁你買本嘢相對就升翻10% 啦咁你香港人有東南亞消費之前好開心啦咁而家你咁個美元一弱咧，你港幣個購買力又跌低咗，相對地又起碼爭咗10%嗱。如果要計翻美元個購買力咧，已經由高位跌咗22%，如果冇記錯跌22%㗎啦，即係由特朗普正式當選嗰日，唔係當選，正式做美國總統嗰一日啦，就職嗰一日到而家咧就已經跌咗22%㗎啦。咁你諗下無形中就即係少咗22%12%唔係12%12%嘅購買力㗎啦咁12%再加埋，如果佢加埋稅，即係22㗎啦，咁變咗不過你話啲國家硬食咗佢個匯價會唔會咧？咁我相信會嘅咁不過食唔晒嘅食唔晒嘅咁可能都要反映翻少少。不過據消息講啦內地嘅訂單咧係縮晒嘅即係而家嚟講應該開始做今年聖誕節嘅訂單，暫時而家縮晒，因為你而家好慘嘅，你啲稅咁樣咧，你都未 confirm 究竟幾多，你肯買個賣家又都唔敢開價，因為到時啲稅升咗邊個定咧？
唔係買家頂嘅啫嘛，都係。咁啊，到時而家我 mark 定個價喺上邊，咁你買家你又嫌我貴咁樣，咁所以咧而家呢個 moment 都幾兩難嘅嚇，而家要等要等。再者咧，有啲原材料啦，美國引入㗎啦，例如好似啱啱晶片啦，嗱中國我哋國家就已經即時取消咗晶片嘅關稅啦嚇，因為我哋真係幾需要晶片嘅嚇，即係就算唔好話最高科技嘅晶片啊嚇，啲普通科技晶片啊，例如譬如汽車用啊、車機用啊、呢啲低檔嘅路由器啊、網絡零件啊，都係要晶片嘅。咁個晶片如果要俾稅咧，就所有嘢都要加咁，所以暫時嚟講佢都幾好嘅，叫撤回咗嗰個晶片嗰個進口稅嘅。咁但係其他仲有好多嘢，譬如話啲塑膠材料啊，即係除咗人哋要稀土，我哋都要材料㗎。因為如果做工廠嘅，我都要好多塑膠材料啊、塑膠啊、金屬啊等等材料我都要嘅咁樣。係，尤其是有部分金屬咧，中國係製造暫時未夠科技製造嘅，都要進口嘅。咁所以咧，如果收兩邊關稅咧，其實對成個經濟有影響。所以點解會驚步入經濟衰退咧？就係咁嘅原因。因為你所有嘢你個購買你個物品價格飆升，咁啊購買力相對地就會降低嘅嚇。咁希望早日搞掂啦嚇。不過又咁講嘅，呢個貿易稅對某啲嘢可能有正面嘅，對我哋嚟講多嗰個藉口有波幅咯嚇。咁我哋要食波幅嘅啫嘛嚇。咁嗱，上個禮拜都講咗啦，嗱我都覺得美國會嚟緊喺3個月或者4個月內啦嚇，應該會突然之間話佢哋已經傾好晒啦嚇，個關稅我可以全部維持喺10個月，上星期已經講咗啦嚇。咁我會重申一次，呢個禮拜都係講同一樣嘢。不過特朗普已經出嚟即刻講咗話，我哋同中國傾緊㗎，我哋將應該會有一個關稅，中國都會好滿意㗎咁樣。你睇下幾快已經縮啊！佢咁擺到明就係縮㗎啦，已經嚇。咁所以咧，我相信可能唔使3至4個月啦，可能個零月、2個月啦嚇，可能而家將3至4個月呢個時間咧縮到2個月嚇，咁就已經可以大家好啲啦個關稅嚇。不過你咁講，完全撤銷關稅咧，我覺得特朗普係唔會嘅，因為佢增加關稅某程度上都係令到國家嘅收入或者政府收入咧係增加嘅，減低財政赤字嘅。咁所以咧，佢唔會減嘅，佢會降低，但係唔會取消嚇。咁稅就一定要俾㗎啦。咁到時邊個硬咧？製造商啦，製造商應該硬得最多嘅。其次就消費者啦，最後就係、最後應該係咩咧？最後就係、個商品品牌啦，其實佢係最多孖展嘅，最多水位嘅。不過講真，佢就最唔想減嗰個一定係佢嘅，因為最前線嗰個梗係最賺到盡嘅，咁又咁講，佢個風險係最大嘅，啲產品賣唔到都係佢硬嘅啫。不過又咁講，佢通常係最惡嘅，產品賣唔到咧，咁啊下一批佢哋要人哋減價㗎，好鬼煩㗎嚇。咁所以咧，即係做慣製造業或者貿易就好明白㗎啦嚇。啲價錢即係做梳醒咧，碾價講價嗰個就永遠係最叻嗰個嚟。撳製造商咧就永遠係最叻嗰個嚟嘅嚇。因為我都喺大公司做過，我當年最希望入到就係梳醒添，因為嗰個講價技巧咧，簡直係一堂好書本讀唔到嘅嘢嚟嘅嚇。好啦，咁呢個禮拜講住咁多先啦。嗱，記住啦，禮拜二就結算啦嚇。咁大家要控制好自己嘅倉啦。咁不過咁講，嚟緊我都講過啦，照幅圖咧有機會磨多幾日，因為係五一黃金週喎，內地靜，咁都會影響到港股，尤其是都會話啦，北水會少咗。呢個好肯定啊，北水少咗，相對我哋成交係會縮嘅。我相信可能未必有2000億，可能翻落1800億左右到啦嚇。咁要講嘢就
暫時講住咁多先啦。如果有任何問題咧，歡迎喺下面留言，又或者直接 PM 我。如果想知道5月期指嘅倉位同埋方向嘅咧，5月分享會，咁啊5月1號會舉行噶啦，咁啊仲有4日，咁如果有興趣朋友咧就盡快報名啦。咁報名連結都喺下邊個 description 裏邊噶啦，你自己揾一揾啦嚇，再冇就 PM 我啦。咁冇啦，呢個禮拜要講完講晒啦，咁啊留待5月1號5月分享會嚇，5月絕不會係5窮，6月也不是6絕嚇，今年絕對唔係啊！我可以話一句，今年個5月6月唔會靜得喺邊㗎，唔會打橫冇㗎嚇。就算兩國喺度傾緊個關稅都好啦，都反覆㗎嚇，都有波幅㗎嚇。所以今年好特別嘅，今年波幅會好大㗎嚇。好啦，咁要講嘢講晒啦，咁有啲咩問題係喺下邊留言啦。咁下星期再同大家每週大市分析，下星期見，拜拜。